可以开始了吗？罗桑仁清是我们的第一书记，他参与创建了新龙湖社区，他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年龄最小、学历最高的人。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他一个英国伦敦大学的硕士生，怎么会到社区来工作？听说罗桑书记来这里之前，还放弃了去北大读博士的机会哟。罗桑书记刚来社区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来社区工作，这么辛苦还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他问过我们所有人。他现在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了，也许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什么情况？今天这么积极？我们是要回来开会吗？真的吗？我的天！你不要吓我！有啥好吓的？你就看一下呗。等一会儿他会灵魂拷问。湖水清清扬，鸟儿在歌唱，孩童蹒跚步，风云中成长。上来想一下，你们在这个下一步新龙湖社区创建这个未来公园社区，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契合的？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那么大家有没有些什么创新的举措？我们今天也可以在这儿来讨论一下。大家就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儿看，千万不要抽到我，千万不要抽到我，内心都是这样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做准备，确实可能知识量也比较欠缺嘛，经常就是回答不上，有时候就挺尴尬的。但是说句实话，我在来到社区之前，我对社区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社区的各项各条线上的工作的话，可以达到120项。这里有这个调解能手，有拆迁专家，有这个各种各样在社区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这种伙伴哈。我年龄最小，那我坐在中间，又怕，但是呢又要努力装作很镇定的样子。那么我来看一下哈，来玲玲你先开始吧。被抽到的时候就是全身肌肉紧张，可以自己体验这样的高科技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落地，可以倡导我们的居民绿色出行，聚焦到就是这个具体的落实。为什么抽问？就是需要逼迫大家不断的去学习，我自己也在学习。那么，产业社区也好，国际化社区也好，未来社区也好，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罗桑人家呢，刚才可鸟吃总个人，你懂就这路易到登巴的，得住天毛些把劲，可能四川贪腐贝克萨巴也用下把些的劲儿，你懂你些路易到俺巴的。罗年这样比罗桑人家呢，啥的作弊，新龙红丢克的用来，且据书记人民干活。我觉得天府新区就是未来的浦东新区，我希望与这里共同成长。四川贪腐贝克萨巴呢，心理中介者托马的短比3年8马些，难得呢3对党来对者查拉黑人托年日啦。张林刚欧亚家这次测评，开了过去就业把车。龙欧亚人啦，专门本季党吃的冬季老给，难得的一这些来对党来休息把车。像我们下班的时候，就是经常天黑了之后，然后湖对面也有很多企业的灯都是亮着的。所以说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各种技术攻坚。淡紫色的灰。可能刚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可能这边的很多配套踩都没有起来。对交通来讲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没通地铁嘛，就上班就只有坐公交过来。那个时候呢，必须要早点来，因为公交只有那么几趟。吃饭的地方就很少，那个时候来回的话，时间成本还是有点高。到现在来看的话，地区这边配套的一些东西就很齐全。
路上人气等空格列出进特就天忙不写吧就，这个咱们的谁抗等谢谢功课，老爸与把张记，대马汤都比谢谢龙口所以吧就了。都一节比抗在汤不一个人，这个咱们的装腔的算呐，路上人气就三十，所以能把点着不是主播门都鸟了。那天啦，上路样样动啊动，他可能唱诵歌节奏吧，流量都对吧些。的当然，这个咱们家连连空你是做吧些，路上人家几些滚的了对呢，年过节开来来着吧等，中间等，中岁节得么闹啦，让个内脏昂西嘎得西等。没盐巴等人的也是国家是这么些。第一次效果其实不是很好，那么一个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二一个是这个可能受众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泪也干了这份。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进行了宣传，宣传以后呢，这个有很多我的好友就在下面留言，就说啊，你去唱我就来看。他唱了《新不了情》，然后后来又唱了一些，就是反正所有的歌都是脍炙人口的歌。原来是还能再度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一种飒爽。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二次的活动聚集的人数达到了400多人，出乎意料，因为人多到可能就是有点超出我们的控制了。最近有一个女主唱加入进来了，天头公司的，然后也是在新龙湖社区居住。感觉这个氛围就特别好。我不仅是一个这个表演者，我还是个组织者，收获了几个岗位的这种获得感，也还蛮开心的。龙桑书记是一个特别喜欢记录的人，他喜欢和我们在每一次大事情之后，各种各样的拍照，然后留下这种纪念。它都将成为我这个人生成长的道路上的每一步的脚印，都有印证。国际的当然，来跟吹着两把天忙不拢牛妹，完就把日日女色主因人都点也把戏点那么些，别那蒙不些些天的米嘎斯隆比板的烂吹那点着一些。那有天也是9点钟的时候，我和我们那高书记就去敲了一家门，然后就是一对年轻人，然后他当时就指着我们2个说别踩了我们家地毯，就很尴尬，我们2个人就退了一步，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几点钟了吗？这个时候还来打扰我们，就把门给我们关了，然后我们2个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但你带领一个团队的话，那你必须要有这个主心骨的一个作用。他同事不开心呢，我宁愿去给他讲个笑话，或者是说我们去吃一顿，这些每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助你成长。人们对比端到这些内容，用他去检查弄了很全部同意些。但那路上人阶级都是路在人脸估计着，来的主干是兄弟娘做些。你好，我们是新龙湖社区的，就是那个。您这边的话就是有个这个居家隔离7天嘛，然后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居家的这个隔离告知书给到您这边，然后需要您签个字，然后呢有些这个注意事项，这边你大概阅读一下。今天是27号啊，2份都要签。对。
像上一次我们突然遇到有一家公司，他们有一个境外的专家回来，但是那个万科云城的公寓是新装修的，然后那个专家呢对那个房间的味道就特别的敏感，然后他就不愿意入住。他是因为来出差，所以说没有这个自己居家隔离的地方。我们刚刚也是帮他安排了酒店和这个规制好了行李，但是刚刚其实还是觉得很难过哈，因为刚刚这位女士抱怨说，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有帮助她去搬运她的行李，因为国外回来行李很多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当时其实从内心我是特别想帮助她，但是呢，我也在思考，也有我的顾虑。我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我特别不希望最后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东西给传播扩散出去了。但是后来想一下，这种时候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该挺身而出，而且，对，挺身而出。所以说，后来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了他。所以说我当时还是觉得很难过，我也觉得说，那我这份工作，我要想让每个人满意也很难。下来之后，他坐在车上，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儿沉浸了很久。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排解，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这种问题变成一个共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形成一种自我的怀疑。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很开心，他就开始唱歌了，他就是把所有的就是这些东西都用歌声，然后进行了一个释放和宣泄。샘지 나주 다동 야마 차와라 두자 루체 르네 지젠레 코람 릉구 사지 연시 등원 바시 니도 니실로레 로우다 두자 루체 르네 쇼웨 데모 망보 시기 로zam근 타네 고시 라쿠제 실란로 헤제 쇼부제바 제와 침비 구네 데예바당 가티 잉이서 종용지 체와 신바마세 로zam 렌제제 카트 말홍예루 공기 초지문도突然就有个男士，就非常，我当时把他定义理解成很粗暴哈，我觉得他很粗暴的走过来，然后就推了我一把，然后我当时一下脑子就懵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做好，居民对我有意见了。我发现他推我的时候，手上还有个东西，一起就推到我的胸前。我就一看，我说，哦，是个 N95的口罩。我觉得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整个疫情这么长时间里面，我没有见过 N95的口罩，就很想流泪的感觉，你知道吗？你能够感受到居民对你的那种关心和爱，你会发现你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디린 로zam동 시쿠니 체다 콘도 주자 알레 저예도 요네 릉구 레키체 만도사 헤셰셰 바시 코치 체무르 용샤 차와 지피 레조 바자위 텐진 중아라 센tra 치와시 니도 니치루히 다와 땅비 체 닝아 니제 고무르 로zam가 레카초네 션루이 랑바다 레조 바히라 차와 제로 닝콩가 칼라 마님바라 람제 전도르 가수 참여드 지위 단조와시只知道是一个工地上的一个工人，其他什么都不知道。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担心，如果是他是确诊的话，很有可能兴隆湖社区第一时间会被封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头都大了，但是书记还是很冷静，他到现场之后就迅速把我们所有人分组。我们辖区内30多个工地，一家一家的分队走，调了所有工地的他们门口的监控，就发现了有一个人有一点神似，因为他当时是把衣服脱了，然后他从药店跑的时候应该是穿了个黑色的衣服，但是到了那个工地了以后，进去的那个人呢，好像是穿了一个白色还是什么样的衣服。我第一眼我就觉得他很像，
我说别纠结了吧，进去看吧，直接见真人吧，还说什么呢？对，但我们还是真的算运气好，我们那小组碰到。Leki bandana ni to ni chi lu yi dawa tangbi che ni chu nyen ja che mi chu che ji ye me salong ba she dene chu che sang go ji re lo zong ren che la chawa je bi le zo ba ti ni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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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xi yan bi nian xian jo she 就整个人下就4点以前都是属于那种辗转反侧。我们那个领导发了信息，核酸阴性，好的，当倒下就呼呼大睡。今天呢是2021年的1月24日，在经历了昨天周6加班以后呢，今天又加了一整天的班，原因是因为明天是咱们天府新区这个国家卫生城市的一个创建工作的一个验收的阶段。那么我们新龙湖社区呢，作为这个检查组的第一站，也确实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哈。我都已经好久没有玩过周末了。我看到朋友圈，在外面玩的，然后在喝下午茶的，在打游戏的，然后有些时候也觉得还是有点失落。但另外一方面嘛，还是觉得说今天我们这一天下来的成效也很明显。一切呢也是真的是也是在为我们辖区的居民，我们的公园城市建设者，出发去考虑很多东西，所以说能够有所成就，然后如果能够助力明天我们天府新区创这个全国的这个国家卫生城市的话，能够出一份力，我也觉得是很荣幸也很自豪。那么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加油！你多年纪录以大瓦当部那种，路上人气机，黑龙红的国家的书记当兵联系把些，朝廷个连个解决的罗马些，连那些吧呢，还讲简单的就业。一个党员申报到了这个微信工作群，请问您加了没有？然后他现在在新农处吗？路上人家机在这来电这面罗年过去了，天马你了那个些，李主所以出国的道兄些不大，路上啦道兄过来些些，路上人家当李主席，娘的来电这内罗年村吧那，就要这个国人忙不进他了，或者呢3个月在马上就有没把些些中秋的就业。就是特别就是有家人的感觉。1年以后，他的家里边那些布置的东西都还没拆，还在我家里面精心布置了这种为了我的这个生日的一些氛围的营造哈，觉得也是蛮值得纪念的。他让我吃东西，因为当时有点晚了，我们都有点饿，然后到他家之后就很自主的把那个坚果打开，然后就他吃了一块，然后递了一块给我，然后我吃了之后说，这味道怎么奇怪？这个味道怎么这么奇怪呢？然后他说，我也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奇怪。然后我们两个拿开那个瓶子一看，哇，这过期多久了呀？他的所有的精力都付出在他的工作地点，他的所有的心思都是在大家，他完全把自己给忘记了。你都年年路也到俺把路上人家啦，四川家那个俺是在到家直接青年头发些，其他宝贝机咱就的路子，红旗四川天府别克萨巴伊，新龙村里大个独当公跟国走当，班主中这一出去当不也应该可就是。从刚刚开始回来是什么都不会，再到现在能够成为一个走到这个辖区别人会叫一声小罗书记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能够收获到很多，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这几年虽然说外界变化很大，然后其实也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青春没有奋斗就不会有收获。好，谢谢大家。
这里陆总人家帮助种族的用呢，难得给新人推荐了一种个浪步马里项目去做生意。还谢谢你们帮我们宣传，没有，你卖得强了，都感谢你们。没有，因为当官的想到我们农民，我们农民也是觉得高兴。我们不是当官做服务的。这个在成都待的时间比较长，我对于农村的一切事情几乎是不了解，可能是我知识的一个盲区。但是你下到了社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区域的就是事无巨细，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掌握、去了解，才可能去帮助这里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区域。你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说它一定是更具挑战的。这里呢，大王啊，比赛女学人啦，陆总人家了在呢，还讲米萨节年末系列。好的，谢谢。那么那天也是我们很辛苦，这个忙了一天，没有吃饭，喝了一点水，到了下午，然后也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没有人，就我们6个人，然后就写上新农湖社区成立了。好快哦，嘎！你看我们这个社区都成立2周年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罗小书记的时候的瘦样，在这儿待了2年还没脱单，晓得吗？就是因为旱嘛，就是因为美女太多了。应该是你大公司的工作上头，就是噻。没有，还是那个生活还是挺丰富的。丰富的就只有什么防汛呀、查雨呀。知道没有？给你总结的好到位。半夜人不敲门呀，你只有这个。落下难过的眼泪。新路湖南村那恰就没给对了特别，陆总人家当留住嘴，恰把全部都满嘴巴，前期吃了嘴巴些。大地巴的接他找完呢，有缺机，额头他在的这位干掉了，大在沉淀成果必须写把些。真的拉了好久，后来还把它拉燃了，就一下子就整个人就非常的通透，然后就觉得说，感觉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伦敦你就能的，新路公对过了，日巴出息直接天说是逃不动，当被门店吃接了啦，下去就不是。这房子都是就是我来社区的时候都还没有的，现在整个新龙湖边还是一天一个样。是越来越繁荣，然后这个越来越漂亮，而且大家也是感觉这个人越来越多了，这个大家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下面一点点，然后当时这边还有一条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早上走路的时候去上学的时候是打的火把。对，冬天很黑。这里曾经是农村，但是他们已经逐渐的在成长成新时代的这种我们产业社区需要的这种社区干部的形象。很多时候我感谢这个地方，你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你收获了很多，你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成长和我们整个城市的成长和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很开心、很骄傲、很自豪。